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实地走访客家庄的传统产业，感受早期客家先民的苦心经营，是我踏上旅程的原因。今天来到铜锣山区的脑寮，吴老板要告诉我他小时候听阿公讲日本时代做樟脑的回忆。老板，你从事这个樟脑的这个行业多久了？我们是从阿公开始做到现在啊，日据时代做到现在。阿公，所以应该有大概应该80几年了，对，所以是从阿公那边开始，对，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一代传一代。对。早期日据时代的时候，他们在评鉴说，等于是现在是闻香师啦，就是你会分辨这个7种木头，他当场让你闻考试嘛，他就发一个木头的牌照给你，那个就叫脑颠嘛。脑颠就是从事樟脑行业的那个证照。早期在这里生活的客家人也都是做这个樟脑嘛？对，早期台湾的樟脑产量哈，全世界在排名第1了哈，90%也是从苗栗出去，也是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做，也是樟脑有大部分90%是客家人做。这个也很奇怪，就是靠近山，好像是客家人比较勤俭，比较能吃苦，可以做这个行业。其实做这个很辛苦了。虽然做樟脑很辛苦，但是吴老板从小时候就看着樟脑长大，还是想接续这项传统产业。接着，他带我看看他爸爸的年代，用来制作提炼樟脑油的器具。最早就是木头哦，这个是后期爸爸的时候改良不锈钢。最一开始是用木头做的，然后现在这个是不锈钢。因为木头的效率不高，它要做大概3倍的时间。现在我们大概是做5个小时，以前要做15个小时。吴老板也说，在以前医药没有现在发达的年代，当时珍贵稀少的樟脑竟然也被当作可以治病的药物。这和阿婆跟我讲过的故事一样。我好像有听我阿婆讲过，就是他们小时候好像肚子痛啊，就会擦一擦，对，会抹在肚子上，然后肚子就不痛。原来阿婆跟在地客家人一样，小时候都会用樟脑油来缓解身体疼痛。这次到脑寮来，意外连结了长辈小时候的共同记忆。